爷弟，这万松书院山清水秀，风景宜人，怎奈读书生题也？是啊，再说下去，你我两人却要变成松子了。师生去考，女子成身。哎，爷弟，你这耳朵上怎么有耳洞啊？爷弟，你我同窗3年整，今日何见二还恨？只有女子戴耳环，爷弟呀，你穿着耳朵为何啊？两兄弟都说不专心，为什么要看来看去看不停？杀生我这儿万恨，提起此事真小事神。我做家长年年有庙会，层层要我去办观音。原来如此。两兄啥子在你，我你要生气了。女兄不说就是，爷弟，我俩万事多是与子成身，这子自身与子偕老。两兄，哎，这虽是我是妻子了，还请两兄一见，施作之意。爷弟，这可是一首千古好诗啊！情乃聚，口为利，一心相许的两个人，无论生死聚散，仍紧紧拉着彼此之手，杀到地老天荒。无论生死聚散，仍紧紧拉着彼此之手，杀到地老天荒。苏联，爷弟，到苏联。应该有些困倦，谢谢一位再陪吧。唉，四舅，哎，端水来啊！两兄，应该不过想谢谢一位。消息也要恪守规矩。兄弟动他3年整，这公子年把规矩定。1万清水中间方，
两边各自谁安稳。啥子谁把清水翻，官贵银瓦要分明。官贵银瓦要分明。两兄啊，承蒙你3年多关心，弟兄离改来遭遇。眼里休息片刻，女兄也帮问口去了。休息之后，好好温习。吃糖了，多谢两兄。一碗清水。英台啊，你弟弟又有事醒来啦？
你来请我回去？是啊。师母，我不想回去。哎，家中有事，理应回去。明日一早启程吧。师母，什么？莫非还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尽管对师母讨来。师母，我与两兄草求见你，我与两兄同场山寨，我与两兄。我早就知道了呀。师母，老师教诲恩师黑，预梦你师母好宽陪。不用客气。师母啊，应该原是乔长给。师母心中早明是我早明白了。是啊。起来，起来！你呀，师母，且把我的药酸菜，反叫你兄两三把。唐得师母来鸟趁我唐用奇才，心为英台故事多情语，三八有德也有才。两三把配。
弟兄二人出门来，门前喜恰成双对，从来喜恰报喜讯，恭喜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，把家归。辛苦当上途人一见难，两兄啊，他为我人把上岸，因为那个送下山，他为妻儿把茶担，我为你也得送下山。亲情何以可惜你应的不是女红妆，千言万语一颗心，不知道情岁月多深。你看这情的两颗心，一暖一你相依。女兄明明是男子汉，你不该将我的女人。爷弟，走吧。传出的不是他，前面到了观音堂。观音她是美来中，我与你两兄来拜堂。夜的月色越荒唐，两个暖儿真拜堂。走吧。
兄心一生，登30岁送迎，常言道送君千里，总须别亲两兄，谁知泪不转为尘。与夜里草脚结伴，心一生，上女兄送你到长郎兄，你我言两分开，本两兄，你家中可与妻房配？你早知女兄未婚配，今日相问为何来？要是你两兄亲弟听，小弟替你来做他媒。夜里听我来做媒，但未知千金是哪一样位？是啊，哎呀，谁是我家小九妹？弟子你两兄可惜哎。九妹与你苦相向，他皮毛谁像我英台？私自多谢夜里来虐人。两兄的花轿早两兄，据此一点。夜里争吵，两兄争宠，
临别成衰，这手上又是眼底在身旁。因待他骗我归家，一数月里300读书心忙。为什么应得的笑声有人儿？为什么思念长去换夜长？为什么泛起心绪离夜乱，兄弟别，哪宽了日子关上三八，师母，三八，我看你心绪不宁，所为何事啊？像是弟子思念家乡了吧？哦，我有一事真想问你，师母请讲。三八。应待他与你同唱雨伞在，他的心思你可明白？他曾让你去团访，你为何迟迟不去访应台？师母。怎能忘夜的回家？我上关外，但等月年完成后，做家长上为应台。你与他兄弟情谊散常在，我问你，他是男儿还是女裙钗？师母，你今天好奇怪，纷乱纷纭为何来？哦，他灵隐有言曾相通，同我替他做他妹，因而就是若酸菜，但不知夜里他要去谁？哎呀，三八呀，三八！应该原是女子般。什么？师母，你说什么？你看。应该是个女的呀，这是真的。实质说来，应该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台，应台
妹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英的，怪不得你让我千丈挂肚，杀万无心，相思相念。前原来他自己做媒，自己配。下山吧，多谢师母。师姐，你知道吗？这公子是个女的。我的宁心实在也是个女的，宁心也是个女的，相公，相公。急忙忙坐家帐上，放一袋。一边走呀，一边等，我为何不偏红帐三场阵？一边走呀，一边进，3把里相送他思绪情。一边走呀，一边想。想起了往昔情深意长，
月桥，三把桥边洒水手，迎来陪送几不老，后口年上几心好。3月春，4月红，清风拂面杜鹃闹，迎得蓝水不起早，三八线皮高声叫。5月复过端午，祭奠却子种子宝，3把谷种手家盆，健康应得把手教。2月里来转绿晓，迎得万里推对接，农夫地主最小山，3不为他爱全家，哎呀爱全家。7月前8月8，明月千里早晚见，长河前暮曙光去，3把迎得宽月朗。过了9月40月，艳阳天里心自高，四书附近也得好，4路功名盼望了。11、12天换了，3雪初经该山腰，太阳仔细手上起，来年春天再逍遥，3年冬藏情深长，小皮重逢才尽早。得意下山来，2、3把要去做引台。2、3把要去做引台。
今日马家送来聘礼，错付门第，平添了光彩，能配得如此乘龙快婿，儿啊，这是你的福分呐！女儿我不嫁，为何不嫁？俺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。也得为吾何尝舍得离开你？怎奈女大当家呀！女儿我不配。马文才乃是太守之子，你乃堂堂主妇千金，门当户对，真也不配。莫非你在杭州图书世界？如今你被小姐在杭州图书山寨，出了些什么？讲。员外，我宁系谈江无法。小姐在杭州读书上寨，遇见了会稽梁山伯相公，你即进来殷殷不离，山寨东厂今生你尝18里送别场的小姐玩，小姐玩情恳，须句美。心疼你，管不得好意相劝不行，强我来才为有了儿女。姻缘离不远，辜负我老夫一片心。自从光顾分天地，哪有不为女士的情？马家是又美又品又无名，那梁山伯他与我做家难连。弟弟息怒，许弟弟念女儿常听谦虚。妩媚无凭，做事不对。弟弟以师母为媒，若算在为聘，于理无愧。马家乃是专营世家，法有门庭。弟弟两家30平花，也是亲怕人家。英台，你他呆！岂不知三从四德，乃是天经地义。你是这么不胡作非为，不但有失门楣，也为礼法所不容。为吾平生哪一件事不依从于你呀？唯有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。
为吾有压在心，岂能存反儿？你可知为吾的心吗？啊！为吾将你许配马厩，是万难割盖了。员外，梁三八，梁公子去见。女儿，宁生见死不救。我与梁兄一直进来东苍山镇，今日远道来访，请